带去读唐诗。春还玉夜客，作者姬不祥。诗篇有意无断绝，此去随所有。晚风吹行舟，花落日开口。这夜转西风，隔山望南岛。潭烟飞扬扬，林月低向后。相思痴弥漫，愿为痴间锁。简介：基本上是江西南匡的人士。无偌久前呢，人家读过诗佛王维写给伊的送基本上落地还乡的诗，可见伊甲王维呢交情深厚。人家讲君书者切。深深受到王维来熏陶，所以非常淡泊名利。所以安史渐乱了后，伊就时光归稳，又力关怀一代名山胜景。伫春江花月之夜，还手伫玉夜客，写出一首无限优美的五言古诗。开头两句呢，有意叫做随鸟，这个鸟呢，甲鱼同款的意思，就点出规篇的主题，就是悠哉悠哉还手，随遇而安的意思。轻舟也游，随水漂流，转过西平以后的三公里望南岛，酒意景幻，水顶的绿烟浓密，敢若像轻舟伫头前，明月伫后壁。迄种飘飘然幽静清雅，一幕一幕，敢若像仙境共亲样，使人陶醉，更加感受世事茫茫，无穷无尽。如果呢，乃当伫玉夜客边，时间随着，做一个地理的吊翁，迄是完全令人对望的优异生涯呢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